来乡亲啊，讲最近台湾有袂少的餐饮业到美国来开店，讲因为台湾产品的种类真多元，口味阁有特色，所以美国人对台湾品牌的接受度真悬。美国在台协会阁甲台湾连锁加盟协会来合作台湾美食的产业链到美国拍市场。台湾手持的饮料品牌店开到美国去，向当地民众不管排偌久，嘛要啉一杯。台湾这济出批，和美国人拢扫掉这批。我自己是一个台南的媳妇。台南的美食非常好吃，我希望我们可以把台湾的魅力带到美国去。上阵台湾味伫咧美国商机无限，佮点名台湾的牛肉面是当属上下。美国在台协会嘛和台湾连锁加盟协会合作，要甲台湾的好食料理推广到美国，商业者烧卡恁手锁定新市场。对于购物的接受度很高，特别是我们想把就是台湾人喜欢吃购物的这样子文化带到国际的市场去。台湾品牌在国外的发展，就是它的创意创新速度非常快，所以就特别有更好的竞争力。会经订到美国的台湾品牌观察，85度 C 和小卡丁拢为着当地口味做调整，亲像食起来口味更较甜，或者是更较咸。伫咧美国的鼎泰丰有知名度拍基础，同款会当过一块汤看制作过程。北方复集是到达东西方的文化，袂正鸡嘛袂酸啊含豆香。不过，伫咧真远的所在做生意有商机，冇挑战。美国的选址是签约签10年，如果你2年开不下去了，你要把店关掉，你要赔掉未来8年的租金。公司的母语是什么？你要定义清楚。有一个员工听不懂你讲的，很容易被告歧视。上阵市场的趋势，嘛要注意文化差，才有机会和更多台湾美食伫咧国外看。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